两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洪基阿一年，今仔日裁定7000万交保。郭文哲的团队是发声明，讲后礼拜一才决定。学生开学疫情流感、胃肠炎、RSV 病毒拢有流行的趋势，而且大家都爱接洗手、刮嘴安。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那像伊波拉疫情仍在炭烧，8月底到今，一共28怀疑的病例，造成15个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这部头起先，就赶紧来看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因为这金华城案件已经互羁押1年。今仔日合议庭是裁定讲，郭文哲7000万，应晓薇3000万交保。这应晓薇是已经办手续啊，那郭文哲的团队是发声明讲，后礼拜一9月7日才决定。法院是裁定讲，因2个人交保了后是袂使出境出海8个月，限制自机，而且嘛袂使甲其他被告也有证人接触。这回咧开庭的时阵，这检方是主张讲，也有证人也未问煞，应该继续羁押。不过法院落尾裁定交保的理由是讲，这上界重要的关系人柯志如走去海外真歹掠人，而且较重要的证人拢已经问煞，所以讲若个羁押落是无符合比例原则。接下来检方敢会提起控告？检方是表示讲爱个讨论。夫人有没有觉得终于松口气了？夫人，那个市长可以出来了。郭文哲太太陈佩琪伫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的陪同下出现伫银行，对着记者提问拢无回应。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金华社案关押到即阵，法院初五裁定郭文哲以7000万块交保，应晓薇3000万块交保。2个人拢爱挂电子卡权，个案手机进入电子监控，另外袂使甲共案的被告、证人接触所料，恐吓也是探听案情。就与柯文哲、应晓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重要证人均结问完毕，被告2人灭证串供的机会已经大幅降低了。法院裁定交保的理由是，这个案件重要证人已经审问完毕，相关事情得到相当程度的保全。不过，对郭文哲相关的交保金、总钱进度、甲郭文哲交保意愿，民众党讲正拍拼伫想办法。那现在又是一个天价的数字，柯主席本身会不会愿意被交保？这个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作为一个柯粉，然后作为党的秘书长，我实在很想跟主席讲说，是不是这边听阮的，让我们花点时间努力一下，然后顺利的把你接出来。全党上下心情当然都很激动，那也期盼这一天期盼很久了，希望说这一次能够平安的回到家。社会政治联盟也发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面世发文，讲唔知变怎讲种感受，对郭文哲这段时间所承受压力甲折磨感觉唔甘。民进党是发声明，讲尊重司法调查，卖冤枉好人，嘛卖纵容歹人，也好有当事人诚实面对司法。我们一向不对任何司法的个案来进行任何的评估，但我也只希望说人人守法，那司法检调单位依法来侦办。对郭文哲交保消息，柯妈妈何水英接受采访时，伤心也欢喜。不过因为行路无方便，无倒来迎接郭文哲。有啦，我欢喜都一过来就足够多的。由应晓薇已经申请到3000万的交保金，律师会使办理交保庭书。法院提解应晓薇甲法院挂电子卡权，也若郭文哲暂时也未完成交保庭书。律师团发出声明，伫8所办理律师见面各地交保庭押裁定了后，郭文哲讲要搁再详细想法外，7月早起律师见面了后，再过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参议员兼农林水产的副大臣梁浦丰文来访问台湾，这是8年来头一届有现任的副大臣级别官员来访问。梁浦丰文是表示讲，伊有甲 AIT 的处长郭立健来见面，双方拢认为讲台湾有代志，日本都有代志，而且这也代表讲美日的同盟会出代志，所以讲就是台海的和平是真重要。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热情接待老朋友。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梁浦丰文感觉真亲切，而且陪同来拜访台湾的参议员夫人，伊嘛是台湾人。除了欢迎，也要恭喜王柏参议员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再度的连任。同时，从去年11月，他也接任要职就是日本的
农林的副大臣。讲到龙坡访问，还佫检讨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虽然这届是以私人的身份访问，不过嘛是2017年了后，佫有日本现任副大臣等级的官员访问台湾，而且出席台湾智慧龙喜酒的活动，访认为真罕见。中身について細かい話はちょっと控えざるを得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まさに台湾有事イコール日本有事イコール日米同盟有事と。これは安倍総理が残した言葉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ったことを有事を起こ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な観点でさまざまに議論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龙坡访问表示，伊嘛有甲 AIT 处长郭立坚见面，针对印太局势交换意见，双方拢认为台海和平是真重要。上时，南韩军方宣布，美国、日本、韩国会伫15举行年度防御演习，自由之刃。正有要对应中国9.3阅兵、中国罗西亚甲朝鲜3国的态势。中国官方媒体也佫报道，金正恩伫咧甲习近平会谈的时阵，有对台湾议题表态。朝方将继续在台湾、涉藏、涉疆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官方声明其实讲到的是说，他们是支持中国共产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立场和努力。他其实没有提到台湾，北韩也是取了中国的理解来维护现在朝鲜半岛局势的现况跟稳定，所以说各取所需了。学者指出，北韩国防媒体伫讲的时阵，其实并无讲到两方的问题。分析北韩目前主要是希望甲中国展开务实的合作，强化经贸往来，确保政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影集《零日攻击》昨日在美国的华府放送，北京的前督安顾问欧布莱恩嘛去看。这欧布莱恩是表示，中国要侵略台湾，这不只是剧情尔。望这 Trump 甲习近平讲侵略台湾，美中对开战这件代志，有法度吓中国主动军事行动。影集《零日攻击》测试伫美国上映，以戏剧模仿台海开战的时阵，上映会上，伫川普第一任期出任国安顾问的欧布莱恩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伫2027年准备好要攻打台湾。因为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唔那只是戏剧情节故事。President Trump being in office and telling Xi Jinping, if you go after Taiwan, it's going to be war, which he said. Hopefully that's enough to deter what we're about to see in the show. But if it's not, I'm convinced that the good guys will win in the end. Spoiler alert! I think the good guys will win in the end. So. 欧布莱恩讲，美方对中国伫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感觉烦恼，因来首映进前，中国由罗西亚甲北韩等国领袖举行9.3阅兵，欧布莱恩也表达不满。Of course, it's kind of ironic that it wa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that fought and defeated the Japanese that the CCP is taking credit for over the weekend. It was Taiwan that should be celebrating the defeat of Japan, not the CCP, but. 上来发言的驻美国代表朱大雷回应欧布莱恩的讲法，强调二战期间是中华民国甲美国陆军斗阵作战，更加考试中国是以反法西斯为名阅兵，行为却是亲像法西斯国家。讲到普什地带作战，朱大雷用中苏黑轮涉嫌拖长咱国海底电线来鼓励说明。The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is actually already ongoing. By all this aggressions, the cable undersea cables being cut. 不过，驻美代表移动一度传闻出来，外团朱大雷的转任驻西班牙大使，即摆伊家己军生笑，用西班牙语来拍招呼。Hola, ¿cómo están? Oh, sorry, I got confused. That's for my next job. Sorry. 这是零日攻击头一摆伫美国放送。现场100多位来看的观众嘛讲，这出戏嘛展现台湾人民对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已经做好准备。That right now defense spending is at record high levels in Taiwan, so I think if they're not prepared, they're definitely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Of course, this show showed us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a lot of hardships and difficulties, but I think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people are willing to defend their country. 来到现场也对乌克兰来观众，得到当前台海局势，23岁以乌克兰的身份，互咱这建议。Over preparing rather than under preparing, and I think in such critical situations as a potential war outbreak, you definitely want to be both psychologically prepared as well as militarily. 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美国华府报道。来看17世纪的意大利名画，是一位伯爵夫人的画像。这幅图是已经消失80年啊，不过这阵竟然是伫一篇卖厝的广告内底出现。
这北道是二战时期一个荷兰的生理人收藏的，不过伫咧战争时间去互纳粹军官抢去，炸转去德国。军官逃亡了后，改炸去阿根廷。过80年，这位军官的祖囝要卖厝，在客厅的相片内底竟然有掉这北道，去互一个记者发现。时阵，这个军人的祖囝甲囝婿拢互抓去调查。到伫二战结束了后的80年，去互纳粹抢去的艺术遗作，总算阁出现啊！这幅图号做科雷厄尼伯爵夫人的画像，是意大利真出名的画家杰苏兰德伫咧17世纪的作品。1940年，纳粹入侵荷兰了后，多位犹太艺术收藏家高德斯地手头抢去。战后，这幅图去互闪过司法审判的前纳粹官员卡德金炸去阿根廷。几啊十年了后，即马竟然出现伫咧卡德金因查某囝为托要卖厝的相片内底，而且还阁是去互一个记者发现的。阿根廷警方接到通报了后，甲卡德金因查某囝甲因翁婿逮捕归案。Se tuvo por formalizada la presente investigación en torno al delito de encubrimiento agravado. Las partes, los imputados decidieron de momento no hacer ningún tipo de manifestación y también se dispusieron una serie de medidas cautelares, principalmente entrega de pasaportes, fijación de domicilio y prohibición de salida del país. No recuerdo lo que me dijeron en ese momento porque la verdad que estaba muy asustada con el tema. 检方表示，这对翁仔某涉嫌暗砍的罪行是真严重，因为这毋若是一百度尔，这牵连纳粹种族灭绝，甲背后对这个非人道行为资金的援助。而且阿根廷警方伫咧几啊届突击的搜查当中，还阁查到其他同时期的版画、素描，还阁有219世纪的画作。艺术专家估计，意大利的画家杰苏兰德的作品。拍卖价销为18万至27万的美金不等，伫咧艺术品拍卖市场，价销是属于中坎至悬坎这个坎站。遐人原底收藏这幅图的犹太收藏家高德斯蒂，伊的逝世即嘛透过 FBI 甲阿根廷的检方通知，讲因已经伫咧美国纽约提告，而且已经甲物件拢准备好势，要甲因老爸珍贵的收藏搁讨转来。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又搁开始咧流行这致死率真悬的伊波拉病毒。当地卫生官员是讲，8月底到今已经有28怀疑的病例，造成15个人死亡。根据民主刚果和非洲联盟卫生官员的讲法，这波疫情第一例确诊病例是发生伫8月20日，是一个34岁有新的妇人人，因为出现发高烧，一直吐这镜头，体检了后是确定感染到伊波拉病毒。目前为止，确诊和疑似病例拢总有28个人，其中15个是不幸死亡，28个内面有4个医护人员。C'est pour cela que j'annonce officiellement, au nom du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publique, Hygiène et Prévoyance sociale, la résurgence de la maladie à virus Ebola de la souche Zaïre dans la zone de santé de Boulapé, dans la province du Kasaï. 说伊是民主刚果伫1971年到1997年的公名，当地第一摆出现伊波拉疫情是伫1976年，这种病毒株就封叫做是说伊病毒株。民主刚果顶摆爆发伊波拉疫情是伫3当前，迄当阵是造成6个人死亡。因这个上严重的一摆疫情是伫2018到2020年之间，造成约2300个人死亡。目前6种已经知影伊波拉病毒株内面，说伊病毒株是引起上济摆疫情的一种。2013到2016年。社会真侪国的超大疫情，造成超过28000个人死亡，凶手嘛是说伊病毒株。但嘛因为安尼，针对说伊病毒株的伊波拉疫苗，已经伫2019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核准上市，暗算会当有效来防治病毒的扩散。不过，法新社的报道嘛指出讲，民主刚果所在上大，包括医疗、通信这基础设施是严重落后，对防疫和治疗拢真不利。另外，伊波拉病毒的传染真简单，只要接触到感染者的血、喙烂，也是往生者的尸体，都可能会造成病毒的扩散。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学生开学啊，这阵仔囡仔发烧、扫吐、破病情形受增加。A 型流感、病毒性的胃肠炎，佮 RSV 病毒都有流行的趋势。疾管署就表示，10月就会当开始做公费的流感预防车，这阵嘛提醒大家，都爱先接洗手、刮喙炎。
拜五下晡，爸母带囡仔到台北市的耳鼻喉科来看医生，甚至有囡仔做流感的检查，惊甲一直哭。9月7日，高中国小才拄开学，是有小儿科医师发出提醒，讲病毒过来报道啊，尤其是 A 型流感有相关的情形。我是家教老师，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大概2-3个学生都就是这个礼拜这个学生全家感冒之后，下礼拜就换他就是全家 A 流这样。然后因为就是小朋友一感染之后就会变成传染给其他家人。要来打那个 RSV， 就是怕小朋友生病，因为小朋友生病就是一件很会让家长很害怕。照门正常点来看，三大病毒分别是 A 型流感、病毒性的胃肠炎，也有 RSV 人类呼吸道融合病毒。医师提醒，若是 A 流，囡仔有明显发烧、头壳痛、规身躯酸抖抖、酸痛，比一般感冒更加严重。也若病毒性胃肠炎是落吐性症状。另外 ，RSV 病毒是可能出现烧甲真严重，配合快速检查，就在正确判断，拢是及早就医、及早治疗是上好的。暑假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家里啊，或者是阿公阿嬷待在家里，或者是出去外面玩，比较少集体生活。那当开学以后，那同学都回归了，然后这大家都一起上课，集体活动，所以彼此感染的机会就增加。医师评估，因为防疫送来要疫苗保护力减少，不过流感疫情甲后来比较有增加大约1成，大约每10人就1人是流感。我们10月1号就会开始打流感疫苗，那也希望，大家因为疫苗还是避免感染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嘛。如果可以打的话，还是鼓励大家打疫苗。疾管署也提醒，因为这阵流行疾病主要是经过这个喙烂胃着感染，亲像扫时阵挂喙暗，要定定洗手顶，基本的防疫做法也是必须要的。记者综合报道。这开学才无1礼拜，屏东迄边都有2间学校出现这学生的冲突。屏东有一间国中是有查甫学生举美工刀，甲同学的骹腿划着伤，送病院是天10外针。家长就质疑讲，这学校处理的方式有问题，而且举刀啊共伤害学生，甲学生的家长拢无回事咧。也若是另外一间高职，是有一个查甫学生甲女同学拍着伤，风声讲这2个人是进前都已经被下，学校是已经启动校安通报。这边脚踏虎下骹即个超过7公分的刀痕，互家长是种唔甘的。无得接受囡仔是上课的时阵，互同学用美工刀划着伤。希望他们重视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利器。今天是刚好划到脚，改天如果划到大动脉呢？代志发生在初4下晡，屏东一间国中上课的时阵，家长即个学校第一时间想要假作无这件代志，嘛不办伤人的学生和家长甲打拢无回事咧，已经去警察局备案，无摆拄提过。尽可能在今天或明天，把双方的家长再找来。再沟通，继续沟通。因班的导师讲，2个人平常时是好朋友，表现嘛拢真好。调查发现讲是因为小可代志在冤家，扭来扭去的时阵，刚画着伤，迄个风踢着下骸，才提美工刀啊，讲是要防话，所造成伤人的事故，第一时间已经通报校安，马车夫都是到关怀。为了兑换奖品，戏弄翻脸而造成肢体冲突，那其中1名学生被划伤。另外一个校安事件是发生在屏东一间高职，一个查甫同学对查某同学来实行暴力，造成伊的耳仔流血。在下课，这课堂跟课堂中间的那个下课时间，以伤势的情形部分，每一个学生今天还没到校，等到校之后，我们会再予以关心。接获通报后，已立即介入，并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相关程序积极进行查处侦办。学校这边表示讲，事件起因是2个人伫高中时期累积的恩怨，已经做校安通报，后壁会加强学生的情绪管理、冲突的处理和人际关系的教育，避免事件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台南看这台南台语会活动，拜6起过，今年是以台语入厝做主题，规划走馆的活动。各类民众走入巷仔内，无论是要食物件、买物件，都会当用台语甲店去开讲，对生活中开喙讲台语。台顶念歌一句接一句，表演互人感受到台语的古早味，这嘛呈现台南台语会活动的多元风貌。不管是唱歌念诗，拢通用母语呈现。今年有中正80周年纪念特曲《南岛歌影》活动礼拜6要伫5横公会堂起过，这回以台语入厝做主题，向定甲台语定根伫咱的生活内。生活内底有足侪机会会当讲台语。所以阮实在是用迄个上
用生活的一个用语来跟台语的活动来做一个结合。所以虽然它是一个台语的文学月的活动，但是文学其实就融入到生活当中。台南台语月到达第7档，今年较特别的是用业处走馆活动，主办单位伫10个地点翕20个底片，内容是阿嬷带孙准备入厝的过程，民众看影片佮回答问题，透过游戏方式，互乡亲体验学落的台语文化，嘛通自然开嘴对你讲。不一样的方式，用有影片的方式，然后也有市井潮语演出的方式。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台语游乐园的亮点的活动。那其实主要就是营造一个都是讲台语的空间跟环境。这个月假期拢有台语活动，重头戏是9月20，有10位台语家庭斗阵摆搭设计游戏，成做一个台语游乐园。文化局讲，母语就通落实世代共学。代代传承，母语的前途才会光明大拍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世界带落街，带观众朋友来印尼的雅加达看一款民俗表演，伊是有淡薄仔像咱台湾的电音三太子。较早是因遐原住民巴达维亚人会讲这2公尺高的红仔行骗大家小巷来辟邪，不过这阵是已经演变做街头艺人的表演。不过，当地政府是认为讲，这街头艺人的表演的时阵是甲观众讨钱，安尼就造成传统民俗变质，佫会去搅吵到附近的民众。所以，当就规定讲，未来敢若节庆也是官方的典礼才会当演出。这种正大声的插红仔伫咧路行，常常看有淡薄像台湾的三太子。这是印尼雅加达特别的旺丢，源自当地原住民的巴达维亚人。过去几60年来，这项民俗活动常常出现伫咧婚礼、挂礼、迎宾仪式、驱煞、讨好格调。Ondel-ondel bagi kita nih itu ikon ya, ikon masyarakat Betawi yang sejak dari dulu tuh memang disakralkan。不过这几年旺丢变做无啥共款，有一寡街头艺人将这种大声的红仔伫咧洗街、引路摇，佮搭配娱乐的音乐，敢若是伫咧电刷辟邪，其实是伫咧甲人讨钱。有人也佮靠这种表演起家，若较好一天会当赚7块美金，换算台票200多块。其实正统的红丢，红仔出来时阵拢是男女一对一对，现场演奏音乐。雅加达市政府认为，这种已经变质的街头表演，伤过了民，若是吵妨碍交通，也佮甲人分甲人讨。所以送法案去议会，若通过就会全面处理，禁止佮甲人分、甲人讨。以后只敢若让伫咧指定的场合，像节庆或者是官方的典礼，才会当表演。Tanpa disengaja, tanpa disadari kalau mereka ini ondel-ondel dihapus begitu aja. Nanti kebudayaan Betawi dengan tanpa disadari akan hilang. Kalau nanti tidak adanya komunitas, tidak adanya persatuan dari kebudayaan Betawi. Ya itu nanti pelan lambat tahun akan seperti tahun di era 70-an lagi. Ada namanya kebudayaan Betawi, tapi mereka tidak mengenal anak-anak tuh apa sih ondel-ondel. 这项也佫一个研究的经验，互一寡想要全力维护传统的艺术家真困扰。因为根据印尼政府的资料，人口1100万的雅加达，每天收入无够1块美金的人口，自2019年的36万2千人，增加到2024年的44万9千人。有真侪人是靠这种表演伫咧赚食。Kan mereka kalau langsung dipukul begitu nanti jatuh menjadi banyak premanisme, Pak. Karena mereka banyak nganggur. Sedangkan mereka kan hari ini butuh makan. Mereka tuh yang ngamen ondel-ondel bukannya sebagian anak bujangan. Ada yang punya keluarga, ada yang butuh menafkahi anak istrinya. Ya itu tolong dipikirkan ke depannya buat pemerintah daerah. Itu aja. 当地历史学者认为，雅加达政府这种做法会让愈来愈稀微的民俗传统规个消失。Razia ondel-ondel di mana-mana itu sebenarnya wujud ketidakpahaman pemerintah Kota DKI Jakarta pada sejarah dan tradisi ondel-ondel。一寡街头艺人大日头的时阵，跟这种大声的红仔伫内面就敢若是伫咧人生内面共款。伫政府对旺丢禁令通过之前，因为着要起家，怎么是做一工算一工？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